哇！呢、個蟹睇身好好食啊！咩蟹嚟㗎？睇你口水流埋喎，餵食貓。咪就係呢個咯，避風塘炒蟹，大廚整嘅就係唔一樣。咩節目嚟㗎？整下偷下先。大廚大戰2，我之前睇過第一季，而家出咗第二季啦。你今晚可唔可以好似佢咁樣整個避風塘炒蟹啊？我覺得你咁叻，肯定可以成功嘅。你唔使拆我蟹，想食就想食啦，淨係識太唔煮俾我食。我煮都唔係唔得嘅，只不過我只可以整一道餸。你知啦，我做嘢咪咪摸摸咁。懶就懶啦，我同你 PK 屌晒你啊！睇下點？今日 PK 全蟹宴客，我整一個避風塘炒蟹、膏蟹蒸肉餅。呢個係我整芥末黃油蟹。啊，咁犀利喎！遲刷刷，遲刷刷，哎呦，佢仲鉗住。等陣第一個寫佢。洗乾淨的螃蟹去腮去味。一件拍少佢咁樣入味啲。薑片、少少胡椒粉、2斤料酒，撈勻佢10分鐘去腥。鍋中倒油，筷子放進去冒細膩小泡，就可以加入蟹塊了。開中火炸佢2分鐘。我嘅皮開啲，買一定毀容嘅。炸到定完咧，撈出嚟。再開大火，再翻落去30秒。再撈出控油備用。嗱，鑊底留翻啲油，加啲生蒜落去，炸一炸佢。看到蒜末轉金黃色，馬上撈出。好香啊！即刻。鑊底落啲油下，挖一勺蒜蓉醬，開到最細火下，慢慢爆佢1分鐘，爆乾水分，豆豉乾、辣椒，嗰個香晒啦，再加啲苗包殼落去，再加入剛炸好的乾蒜酥和炸好的蟹塊。1分糖，淋出鍋淋1圈生抽，激發鍋氣。成間屋都係香味。大家就說我媽復刻的像不像吧？你睇下，你點同我鬥啊？我煮出嚟好似啲節目大廚出品咁。不如你都去參加啦！咪搞，我煮俾自己食得啦。再嚟整個elegant嘅膏蟹蒸肉餅。你而家講嘢都好 elegant 嘅啫。我咪整啲高級嘢，要整啲高級嘅詞彙要襯噶嘛。啊，用梅頭肉，我加一啲瑤柱落去，準備好油、糖、西蘭粉，整一啲油，封佢先。啊，中間留個位出嚟，落翻位置放蟹。我睇佢擺盤幾靚，你攞咩同我比啊？放滿蟹膏上去先，蒸15分鐘。蒸熟後淋上熱油，最後淋1圈薄鹽生抽提鮮提味。肉餅吸滿蟹鮮，愛吃蟹或者肉餅的值得一試。先嚟佢個醬汁，黑胡椒、白胡椒、少少芥末、蠔油、生抽。蟹的切口蘸點澱粉，切口先朝下煎到定型。啲蟹煎到金黃之後，加啲蒜落去炒香佢。接着加2塊黃油，快速炒勻，加入調好的醬汁和少量水，蓋大火燜2分鐘。最後收汁就可以出鍋了。大家給我做的這道菜打幾分？飯呢個最吸引喎，好鮮喎，加咗個生抽佢又唔怕，蒜香味好濃，唔怪得大排檔呢個菜咁好賣啊！第一啖俾你哋食先，好脆啊！可能嗰啲食得辣嗰啲咧，再俾多少少啲辣椒仲惹味。呢個肉餅啊，夠晒鮮啊！嗱，你嚼一口啦，多謝。要汁先正啊！索晒啲蟹精華嘛。係啊，啲汁好正啊！喂，哇！依啖肉餅嘅含金量高咯。交給全部擘大口。鮮味嘅味道都出起身。蟹腿也給你們嘗嘗吧。試下你嘅蟹先，哇，好濃嗰個蒜香味，同埋佢啲黃油啊，吸咗落去嗰啲汁嗰度咧，睇食落去真係好似有少少鹹香嘅藥味咁。有冇食到嗰啲芥末嘅味啊？食唔到，但係我食到啲豉油嘅鮮味。可能我芥末俾得太少啦。咁你覺得你贏定我贏啊？你贏啊！下次又買海鮮翻嚟你煮。